嚟自端傳媒編輯部，呢一度係端文，我係 Sherry 陳婉容。香港正喺度變成一座越嚟越少小朋友嘅城市。2023年，香港嘅生育率一度跌到全球最低。就算香港政府推出咗政策，又派錢，又減稅，又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但係新生兒嘅人數仍然跌到有紀錄以嚟嘅新低。因為女性顧慮嘅從來都唔只係錢，仲有失去自由嘅代價啦，同埋唔公平嘅職涯發展，仲有唔平等嘅照顧責任，甚至係呢一個世界究竟值唔值得將小朋友帶嚟呢？今期嘅端文，我哋嘅特約撰稿人吳濟玲帶我哋聽到香港女性選擇不生嘅理由。今日係7月15號，禮拜三。濟玲啊，歡迎你再次返嚟端文啊！咁今年3月呢，我哋喺東亞不生系列嘅台灣篇入邊呢，就討論過一個現象，就係台灣唔單止係越嚟越少人生小朋友，亦都有越嚟越多人呢係連婚都唔想結嘅。咁今日呢，我哋個 focus 呢就轉到嚟香港啦。咁其實香港嘅生育率呢幾年都一直喺亞洲最低嘅幾個地區之間徘徊嘅噃。係啊，近年香港嘅生育率基本上一直都係同台灣、新加坡、南韓爭第一，不過爭嘅就係倒數第一。喺2023年啦，香港嘅生育率一度成為全球最低，平均每名女性一生呢只係生育0.8個小朋友。近年有唔少嘅調查都顯示，女性嘅生育意願係越嚟越低嘅。而根據香港婦聯今年公布嘅一項調查，喺2400幾名受訪者當中，大約有77% 呢係唔願意生育嘅。咁我哋都知道其他東亞地區可能都有面對住同樣嘅問題啦。咁其實香港人選擇唔生嘅原因，同其他地區有咩相似或者唔同嘅地方呢？係啊，喺頭先睇到嗰份婦聯嘅調查入邊呢，表示唔願意生嘅受訪者都認為，影響佢哋生育意願嘅頭3個要素係育兒成本、房屋缺乏同埋工作繁忙。咁呢幾個問題咧，其實喺東亞其他低生育率嘅地區都係常見嘅。譬如佢哋都會好強調教育競爭啦，社會保障係相對脆弱，住屋成本好高，而女性咧都係通常被期待要承擔多啲家庭照顧嘅責任嘅，托兒服務都係往往不足。但係我喺採訪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人口政策專家貝斯圖嘅時候咧，佢提到香港其實有啲地方咧係比東亞地區特殊嘅。佢有講到咧，香港除咗住屋面積更加細、樓價更加貴之外，香港本身係一座流動性好低嘅城市。譬如話你喺中國啦，你可以穿州過省去其他嘅城市去讀書啊、打工啊，但係香港好細，大部分人嘅工作、家庭同埋社交關係都係集中喺同一座城市入邊。雖然香港政府咧都一直鼓勵年輕人去大灣區工作啊、生活啊，但係實際上咧，每日往返你都係始終要過關咯，跨越個邊境，並唔係所有人咧嘅工作都可以好順利咁樣轉移過去嘅。咁所以好多人都係混喺香港呢座城市啦，要忍受好高嘅住屋成本同埋生活成本，但又唔係好輕易咁樣去到其他地區生活。咁好多年輕人咧，即使已經成年，都仍然要同父母住30-40平方米嘅單位入邊。喺呢種單位入邊啦，談戀愛啊，保住自己私人生活都已經好唔容易噶啦，更加唔好講話結婚生仔，將個小朋友養大。咁我哋知道啦，其他地方嘅政府咧，都對於咁低嘅生育率都提出咗好多嘅政策。咁其實香港政府咧都應該提出咗好多嘅政策噶。係啊。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啦，香港政府推出咗一系列鼓勵生育嘅政策，包括一啲嘅稅務優惠啊，縮短有新生嬰兒家庭嘅公屋輪候時間，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單等等。咁其中最多人關注嘅一項啦，就係政府會向合資格嘅新生家庭派發2萬港幣嘅新生嬰兒獎勵金。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勵市民生育，新生嬰兒有2萬蚊現金獎勵，亦都可以獲得優先編配公營房屋，措施為期3年。另外，房委會都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喺10月25號或者之後有 BB 出世嘅家庭，喺
喺申請編配公屋嗰陣可以縮減1年嘅輪候時間。措施由出年4月開始生效。即係已經個政策已經2年啦，有冇話即係取得啲點樣嘅成效？咁如果我哋參考翻出生嘅數字呢，其實係冇咩明顯嘅扭轉嘅。2025年啦，香港登記嘅新生兒呢，只係得31,700個，比起2024年係下降咗都成14% 噶，係有紀錄以嚟嘅新低。所以你會見到啦，即使有呢啲政策，但係出生人數都係繼續下降嘅。與此同時，香港人口急速老化，香港政府預計到咗2046年，65歲及以上嘅居民呢係會佔總人口嘅36%，遠高於2021年嘅20%。即係到時每3個人之中呢，就會有1個人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咁即係睇落啲政策都即係唔係有咁大作用。咁係咪表示除咗經濟成本之外，係仲有其他嘅原因令到香港嘅年輕人係唔想生仔咧？係啊，其實我今次採訪嘅女性呢，大多數教育程度都高啦，部分人嘅經濟同埋生活條件其實係唔差噶。佢哋唔係完全冇能力去生小朋友，但係佢哋仍然堅決唔生，或者唔會將生育咧睇成人生最重要嘅任務。所以我覺得咧，呢篇報道比較想探討嘅係，當住屋同埋金錢唔係唯一嘅問題嘅時候，女性即係對於生育呢個問題，佢哋仲顧慮緊啲乜嘢呢？即係你係點樣揾到呢啲受訪者嘅咧？係今次嘅採訪有啲特別啦，因為好多受訪者係自己揾上門嘅。近年 Fast 咧上面出現咗好多關於生唔生仔嘅討論，我就喺呢啲 post 下邊留言，話自己係記者啦，我想揾一啲受訪者係可以同我傾生育嘅議題。後尾就好多網友咧好主動，佢哋幫我轉發出去，都有唔少人咧係直接 DM 我話，你係咪揾緊受訪者啊？我願意同你傾啊！咁所以我當時有一個好強烈嘅感受，就係對於生唔生仔呢個議題咧，其實好多嘅香港女性係有好多嘅說話想講。當中有冇啲受訪者係你比較印象深刻嘅？係，其中有一位主動揾我嘅受訪者啦，佢叫做芝蘭，佢今年33歲，佢係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好 stable 嘅伴侶啦，佢自己本身都係好中意小朋友，經濟條件又唔錯，所以係唔排除咧未來係可能會生小朋友嘅。但係佢會同我講咧，如果100分為滿分嘅話咧，佢而家大概淨係得10分到係想生小朋友。10分真係好低喎，點解會低得咁緊要咧？係啊，因為佢而家好中意而家嘅生活狀態啦，佢好投入而家做緊嘅心理輔導工作啦，佢都會花好多嘅時間去學、去進修、去學一啲新嘅 therapy 嘅手法。佢過得好自由噶，譬如話佢有一日咧心血來潮想學打鼓，佢第2日就即刻揾咗間學校去報名。咁佢受訪嘅時候就同我講啦，佢其實係好怕如果生仔嘅話，佢就會失去自己。因為佢知道咧，生小朋友唔係淨係代表你生活上多咗一個人去陪你啊嘛，你嘅時間、金錢、注意力，甚至未來工作做啲乜嘢咧，其實小朋友都係呢啲嘅選擇嘅重心嚟噶。所以佢就會諗啦，如果好多年之後佢調翻轉頭睇，佢會唔會後悔自己冇揀繼續進修啊，冇試下喺事業上再發展啊，另一份工作啊，冇將自己嘅時間放喺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上邊。咁但係佢父母會唔會俾壓力佢咧？都係有嘅，佢嘅父母比較傳統咯，都會希望佢生小朋友，甚至係講過咧，不如我哋有啲金錢津貼俾你，鼓勵你生仔啦。但係其實咧，芝蘭係好反感嘅，佢就會覺得唔係俾錢就可以解決到，你哋似乎將生育呢樣嘢諗得太簡單啦。佢覺得咧，上一代嘅女性啦，其實冇真正經歷過女性可以自主去選擇自己嘅職業啊、生活同埋興趣嘅時代，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咧，女人啊就係個人生使命就係結婚啦、生仔啦。但係對芝蘭嚟講咧，佢唔覺得淨係得呢種生活先係值得過。咁你啱先提到芝蘭係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啦，咁你覺得佢嘅工作經驗會唔會都影響咗佢對即係生 BB 嘅睇法咧？係嘅，好大影響嘅，因為做嘢啦，佢係成日要同香港本地嘅學校合作啦，由幼稚園到中學都有嘅。佢就會發現咧，原來而家幼稚園已經係有專門俾啲小朋友做功課嘅課堂。
喺呢個教育系統入邊咧，小朋友好早就會俾人用佢成績好唔好咧去評價佢係能力係點樣嘅小朋友。咁所以咧，芝蘭對自己嘅教育方式係有信心嘅，佢係教育心理學家啊嘛。咁但係佢都會知道喺咁樣嘅環境下邊，小朋友上嘅學校，如果佢嘅老師每日都將佢同其他小朋友比較，因為佢嘅成績而俾人否定咧，咁無論佢係點樣教育個小朋友，佢其實都可能會係受到傷害嘅。即係呢一個同上一代比較常見嘅就係你生咗自然就會養大啦。咁其實係都幾唔同嘅思考方式嚟嘅。係啊，所以其實芝蘭唔係唔中意小朋友，都唔係冇能力生，就係因為佢好清楚而家養育一個小朋友係代表啲乜嘢，所以佢先會猶豫。咁你其他嘅受訪者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考量？有一位受訪者佢叫做黃傲燕啦，今年28歲，佢係一個見習律師嚟嘅。如果話咧，芝蘭都係諗緊會唔會將來生 B 咧？黃傲燕咧就係完全將呢個可能性否定嘅。冇一個強烈嘅意識就係我唔會生小朋友咁樣。如果家計會肯寫字俾我做嗰個輸卵管截斷嗰個絕育手術嘅話，我可以而家去做。佢點解咁確定咧？黃傲燕咧，佢係長期都好關注環境保護同埋氣候變化等議題嘅。咁所以啦，佢見到地球嘅未來淨係會越嚟越暗淡。譬如話啦，而家呢個世界已經進入咗水資源破產嘅時代啦，而糧食咧都會因為氣候變化而供應不均，將來地區同埋國家之間咧都可能會越嚟越唔穩定啦，可能會爆發戰爭。所以佢曾經咁樣講啦，唔生小朋友其實係為咗保護另一個未出生嘅生命，令佢唔使承受氣候變化之下嘅種種苦難。咁我喺同其他受訪者傾嘅時候啦，佢哋都可能有差唔多嘅睇法，都係覺得對呢個世界嘅未來係好多恐懼啦，好絕望啦。譬如話佢哋睇到可能係 Epstein、愛潑斯坦拐賣同埋性侵未成年兒童啦，佢哋都會覺得個世界咁樣嘅，啲權貴咁樣嘅，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同自己嘅小朋友講呢個世界係值得你來臨噶，值得你出生噶？都有啲嘅受訪者，佢哋嘅成長過程啦，可能係受過家暴噶，係有創傷，佢哋都會擔心呢樣嘢會唔會係跨代傳俾下一代嘅咧？係咯，即係對比起我哋頭先講嘅，即係上一代嘅一啲諗法啦。即係呢一代嘅叫年輕人啦，可能更加強烈地覺得生育其實係一項風險決策嚟，係某啲 risk management 嚟，你覺唔覺咧？係啊，而且因為黃傲燕本身做嘅工作啦，咁佢係律師啊嘛，呢一行嘅超時工作文化其實係好嚴重噶。咁佢就觀察到啦，女性要平衡家庭同埋事業係一啲都唔容易。譬如話佢認識一啲行內好高層嘅女性啦，結咗婚生咗 B， 咁就算一家人去旅行咧，佢都係要帶埋 laptop 喺酒店房嗰度做嘢噶，冇辦法真係享受同家庭相處嘅時間。咁黃傲燕都覺得啦，香港政府一方面係冇建立足夠嘅家庭 support 嘅 system 啦，另一方面咧都冇願意去真係挑戰商界嘅家爸文化，建立真正家庭友善嘅社會。咁如果一份工咧要求你長時間隨時待命，而家庭照顧咧往往都係好多時候係 expect 主要由女性去承擔啦。咁生育咧最終都係會成為一個冇辦法解決嘅矛盾。咁當佢聽到有聲音，有時會怪點解啲女人年紀咁大先生小朋友啊，好高風險啊，患上一啲嘅疾病嘅風險會高咗啊，佢都會覺得好不忿噶。所以當呢個社會成個形態係有咁多樣嘢環環相扣，都係冇辦法撼動嘅時候，你係唔可以怪啲女人唔想生仔。係咯，即係而且甚至係你未生小朋友之前咧，你就已經可能因為可能你會生小朋友而受到影響噶咯。係啊，咁可能有唔少嘅求職者都係有相似嘅經歷嘅。黃傲燕佢自己喺 interview 嘅時候都試過有俾人問你未來會有冇家庭計劃啊，會唔會想結婚生仔啊？咁佢就感覺到咧，對方其實係避忌嘅，即係如果有結婚生仔嘅計劃嘅話，
亦即係話咧，女性就算你唔係已經戴緊套啦，只要你處喺呢個咧可能生育嘅年齡，都可能會被僱主視為一個潛在嘅成本。咁諾貝爾經濟學得獎 Claudia Goldin 咧，曾經將金融、法律、管理呢啲行業入邊嘅高薪職位啦，稱為貪婪嘅工作。佢話咧，呢啲職位提供係比較高嘅人工啦，但係都要求好長、好唔規律嘅工作時間。咁當你建立咗家庭，當家庭入邊有一個人咧要負責照顧嘅時候啦，通常都係女性啊去退出呢啲咁高報酬嘅職位，轉到一啲時間上 flexible 啲啊，但係人工同埋升遷機會會更加低嘅工作。咁呢啲就係所謂嘅母職懲罰。但係相反咧，當一個男性成為爸爸之後咧，就可能會覺得成熟啲啊，穩定啲啊，佢冇咁容易跳槽啊，因此咧而得到更加多嘅升職同埋加薪嘅機會。咁呢個咧相對母職懲罰咧就叫做父職紅利啦。我記得喺東亞不生系列嘅上一期啦，就係我哋講到台灣不婚不生現象嘅報道入邊咧，都講到母職懲罰呢樣嘢。咁喺香港其實母職懲罰呢樣嘢係體現喺邊啲地方啊？咁喺香港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女性地位好似好高咯，佢哋都學歷好高啊，或者揾到好多錢咁樣。但係當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喺高級管理職位嗰度咧，女性大概係得25% 嘅啫。咁我自己做 research 嘅時候，都有個數字係令我好深刻嘅。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咧曾經做過一個調查，佢就比較咧僱主對於唔同類別人士嘅聘用意願。咁就有唔同 category 嘅，例如係有需要照顧幼兒嘅父親同埋母親啦，有需要照顧年長父母嘅人啦，同埋冇照顧責任嘅人。咁當中咧，僱主最唔願意請嘅咧，就係要照顧年幼子女嘅媽媽啦。咁我睇到呢個結果嘅時候咧，我都會諗咁點解照顧幼兒嘅父親冇乜影響咧，就淨係得母親要承受呢個後果咧？咁喺呢度我哋都可以見到母職懲罰嘅體現。如果你有小朋友嘅爸爸，唔緊要啊，不嬲都係有老婆或者你屋企有人擔去照顧噶嘛。但係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媽媽嚟求職，咁冇噶啦，你就係主力照顧者，你先生唔會幫手噶喎，你就可能會要請假，或者唔肯 OT 準時走啊。咁基於呢啲 assumption 咧，僱主就唔係好樂意去請照顧幼兒嘅母親啦。咁部分嘅女性咧，甚至係會喺生完仔之後完全唔做嘢，退出勞動市場。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23年發布嘅統計咧，女性喺25歲前嘅勞動人口參與率係同男性好似嘅，但係過咗25歲之後就一直下滑啦。但係男性嘅參與率咧就穩居喺90% 以上。所以對好多女性嚟講，如果你生咗小朋友啦，可能就代表你冇咗 career 啦，你冇咗原本嘅收入啦，亦都會冇咗嗰個自主權。咁但係我哋啱先講到話，香港政府俾即係新生小朋友嘅補貼係2萬蚊啫噃。係啊，黃傲燕喺採訪入邊提到咧，好多人淨係見到啲人唔肯生或者遲生嘅問題，但係冇諗過背後有乜嘢嘅社會因素構成咗呢個現象。佢提到咧，嗰2萬蚊啦，政府為咗鼓勵生育所發嘅補貼啦，其實係冇解決到更加深層嘅根源問題，只係做下樣咁樣。如果你可以每個人出2萬蚊出嚟嘅話，係因為你只係做個樣喺度辦公咯，你根本就唔想投資一個健全嘅社區網絡去照顧唔同人嘅需要，即係你唔想去撼動商界嗰一種 OT 文化，你亦都唔想去投資一個社會福利、一個社會資源去支援啲家庭嘅時候，咁你真係想用2萬蚊搞掂我哋啊？唔會咯。大家都會笑2萬蚊好荒謬咯，因為對於養小朋友嚟講，係咪啊？好快就會使完。咁每次一有類似嘅政策出台咧，Threads 或者互聯網上面就會有好多熱烈嘅討論，大家都會鬧啊或者笑咁樣。但係其實咧，除咗呢啲嬉笑怒罵之外咧，好多女性感到嘅係憤怒啊，感覺得係即係自己聲音冇發到出嚟，覺得自己係 voiceless 嘅。因為想生嘅女性佢哋真係需要噶啦，例如一個 family friendly 嘅工作環境啊，足夠嘅照顧資源啊。
男性佢哋真係 equal， 真係肯一齊去承擔育兒嘅責任啊，同埋一個正常一個唔會逼到人喘唔到氣嘅教育制度啊，呢啲需要通通都得唔到回應啦。政府俾出嘅答案就僅僅係2萬蚊。咁呢個都係點解呢？當我提出呢個採訪邀請嘅時候，好多人都會 DM 我話想分享啊，想講自己嘅諗法。我覺得佢哋都係好想去發聲，都係覺得我唔講唔得啦。我哋陣間再返嚟。Shinning啊，咁我哋之前就傾到喺職場上面啦，即係女性往往被預設為即係家庭嘅照顧者。咁但係一個女性真正決定要唔要生小朋友嘅時候，佢考慮嘅應該都唔止係話即係公司發生緊啲乜嘢，亦都包括返到屋企之後邊個洗碗啦，邊個半夜起身啦。如果個 BB 仔喊嘅時候，咁如果個 BB 病嘅時候咧，咁應該係爸爸定係媽媽要請假照顧佢咧？咁樣即係呢啲應該全部都要考慮嘅噃。係啊。我今次喺 Fresh 上認識咗另一個受訪者啦，咁佢個化名就叫 Chloe 啦。咁我點樣識佢嘅咧？因為佢喺一個 post 嗰度留咗個言，咁個 post 咧就係一個就快30歲嘅女性問大家個問題究竟我應唔應該生仔啊？我掙扎緊。咁 Chloe 咧就喺嗰度分享咗啦，自己作為過來人係點樣睇啦。咁佢就列出咗幾點建議嘅。佢話咧，其實最主要咧係要睇下你老公廢唔廢，係啦。咁乜嘢叫廢唔廢咧？係啦，咁就係睇佢係咪一個好嘅 partner 啦。預示到時生咗個 B 出嚟，佢係咪可以承擔責任，即係真正咁樣50% 咁樣幫到手。咁我同佢傾咗之後咧，我就明白咗佢嘅意思啦。Chloe 雖然都好愛自己嘅丈夫啦，相信佢哋好恩愛嘅，但係佢會形容咧，佢老公係一個媽寶。由細到大咧，佢媽咪都好錫佢，好縱佢，所以佢十指不沾陽春水。咁而家啦，譬如佢喺屋企嘅時候用完啲紙巾啊、飲過嘅飲品啊，係會原封不動喺張台度咧，幾日都係喺嗰個位置嘅。咁又或者佢屋企養咗隻貓啦，佢老公係常常都唔記得咗鏟貓砂啦。咁但係佢都會死口否認自己唔記得咗鏟貓砂，唔認錯㗎喎。咁大概30歲嘅時候 Chloe 都有認真思考過自己係咪要生仔啦。個 so call 嗰個 deadline 就快到咯。但係有一日咧，佢突然就覺得其實我已經喺度湊緊仔啦，湊緊一個大仔，係咪啊？已經搞到自己都頭暈啦，唔可以再湊多個，所以佢都係同佢老公講，我唔生啦。咁其實唔止 Chloe 啦，其他嘅受訪者都有同我講過類似嘅講法，就會覺得生咗仔咧，自己嘅伴侶應該係一個豬隊友，其實係會拖後腿，令自己更加辛苦嘅。其實呢啲情況咧都幾普遍嘅，即係會唔會都係父母對仔又或者女啦，即係培養方式上面係有差異咧？係噶 Chloe 自己嘅成長經歷啦，其實都好體現到社會對唔同性別嘅家務參與嘅唔同期望。咁 Chloe 係有2個哥哥嘅，但係由細到大咧，佢媽咪都淨係會訓練佢做家務咯，會同佢講你唔識做啊，第時嫁唔出去噶喎。咁有一次咧，當媽媽翻到屋企發現廚房嘅碗未洗，都淨係鬧咗 Chloe，但係就冇鬧佢2個阿哥。咁到而家啦，大晒啦，佢阿哥都結咗婚，佢同 Chloe 同自己嘅嫂傾偈嘅時候咧，都會發現自己嘅哥咧，而家都係乜家務都唔會做嘅。咁佢就話啦，上一輩成日都覺得男仔唔使識做咁多嘢噶，你老婆會照顧你啊嘛，係啊。咁佢哋就係喺呢種家庭、呢種環境嗰度長大。所以咁就唔係好難理解點解咁多女性係唔想要小朋友啦。如果你同 partner 相處都已經要付出咁多勞動，你係好難想象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即係你日常嗰個 workload 係會增加幾多咯。係啊，而且喺家庭入邊咧，男女付出嘅勞動差距係同生育率有關聯嘅。咁我哋頭先提到嘅經濟學家 Claudia Goldin 啦，佢都有個研究咧，就係比較唔同國家嘅男女家務時間同埋生育率。佢發現咧，喺男性做家務嘅時間同埋女性做家務嘅時間相差比較少嘅國家啦，嗰個生育率會相對較高。譬如話喺瑞典啊同埋丹麥呢啲國家啦，
咁女性每日做家務同埋照顧工作嘅時間呢，佢淨係比男性多大概0.8到0.9個小時。咁兩地嘅生育率呢就1.7左右啦。咁但係喺南韓咯，女性每日比男性承擔嘅家務同埋照顧工作嘅時間呢係差唔多3個鐘咁多噶。咁佢哋嘅生育率呢就得0.9嘅啫。咁佢都發現咧，好似西班牙、日本、南韓呢啲國家啦，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就係二戰之後經濟急速增長啦。但係咧，佢哋嘅國家咧個文化啦，都係比較傳統保守，性別觀念都係比較傳統啦。呢啲國家嘅生育率咧，往往係會跌得更加劇烈，而且係唔可以逆轉嘅。咁所以 Gordon 就認為啦，提高生育率嘅關鍵咧，其實唔在於國家嘅財富，而係社會係咪可以實現到性別嘅平等。譬如話啦，男性係咪願意承擔更多嘅家庭勞動同埋照顧工作？政府係咪可以讓職場環境更加家庭友善呢？令到女性喺唔犧牲自主性嘅情況之下，可以兼顧家庭同埋事業。就好似你之前提到噶啦，即係大家需要嘅可能唔係話金錢上嘅補助，而係對女性即係 in general 更加友好嘅環境。係啊，另外有個受訪者同我提到一個觀點啦，我覺得都值得補充一下。佢注意到咧自己嘅 partner 同埋身邊部分朋友嘅男性 partner 啦，佢哋其實都好想生仔嘅，但係多數都係覺得唔好諗咁多啦，船到橋頭咪自然直，生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喂，唔係咁嘅喎，應該要 risk management 嘅喎。通常咧而且嗰個風險都係會落喺個女性嘅身上，由佢哋嘅承擔。譬如話啦，生育期間啦，女性身體面對可能嘅損害啦，生之後會唔會有產後抑鬱啊？甚至之後個伴侶會唔會離開，會唔會離婚？咁多數係咪啊？獨立要肩負撫養嘅責任都係喺個女人度，即係等於你要做一個單親嘅母親。即係呢啲風險其實都係女人要承受，女人要諗咯。咁佢就唔係可以理解到啊，點解你哋可以咁有鬆弛感嘅？係咪啊？覺得船到橋頭就自然直？唔係噶喎，佢覺得要生仔其實真係要思前想後，諗晒呢啲嘅風險，先可以決定自己係咪可以 take 到呢啲 risk。世玲啊，喺聽咗幾個香港嘅女性同埋學者嘅即係諗法之後啦，咁我想請問，佢哋嘅經歷同埋講述係咪可以話俾我哋聽，一個真正對女性友好嘅人口政策應該係點樣嘅呢？係啊，貝斯圖同埋其他幾位學者喺一篇研究亞洲人口政策嘅論文入邊提出過一個觀點啦。佢哋話人口政策咧，其實應該係幫助人們實現自己嘅生育願望。即係如果佢哋想生嘅話，就幫助佢哋去做到呢件事啦，而唔係一味就將女性嘅子宮當成一個工具，當成一個維持國家人口、經濟增長同埋公共財政嘅工具。子宮嘅工具化其實指緊啲乜嘢咧？係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個國家同我哋講，我哋需要人口啊，我哋需要經濟嘅增長，我哋而家經濟唔掂，女人你同我哋去生仔啦，我俾津貼你哋啦，係咯，你會點諗呢？咁我哋當然唔會樂意啦，係咪先？我哋個子宮又唔係為你工作，我哋唔要付出呢個生殖嘅勞動。咁呢套嘅說法，佢哋關心嘅係咧，國家需要幾多人啊，先可以保持增長啊，先可以保持國力啊，而唔係我哋女性真係想過點樣嘅生活，都唔係小朋友喺點樣嘅社會嗰度長大，佢係將懷孕、生產同埋照顧咧睇成女性應該提供嘅一種生殖勞動。受訪者黃傲燕提到一個例子就係，中國今年起咧，就將曾經免稅咗好多年嘅避孕用品重新徵收13% 嘅銷售稅，佢都對此覺得好反感嘅。有一位受訪者同我講啦，佢覺得女性嘅身體往往都係受到國家政策施壓，例如之前中國人口太多啦，就有一孩政策，咁意外懷孕嘅女性就一定要墮胎啦，而家生育率低咗啦。國家又喺度逼女性生小朋友，勸咗人哋用安全套。咁即係話，子宮工具化就係通過直接控制女性身體嘅方式去試圖控制
人口嘅數量啦，無論係想變多定或者係覺得要少啲咁樣。但係咧，生育率低嘅現象背後咧，即係往往存在住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社會問題。係啊，其實我覺得喺呢種谷生育啊、唔夠人啊、生育率好低嘅論述入邊啦，好多時候重點咧都係放喺邊種政策有效啊、2萬蚊夠唔夠啊、人口老化點算啊呢方面。但係好多被壓下去嘅聲音咧，就係咁點解呢班女人唔想生仔先？點解佢哋唔信任呢個社會可以俾小朋友一個好嘅未來呢？咁呢啲原因就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嘅方面啦。其實呢啲先係真正應該被聽到同埋被解決嘅。如果淨係純粹覺得小朋友唔夠，就鼓勵啲女人去生咯，其實就彷彿咧就怪緊女人佢哋嘅個人選擇或者個人生規劃咯。咁喺我同貝斯圖嘅採訪入邊，佢都話啦，生育率咧其實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唔係一個應該被解決嘅事情。生育率其實比較似係一個晴雨表咯。呢個晴雨表係可以反映到一個國家社會健唔健康，入邊嘅人開唔開心。一個社會嘅低生育率啦，其實係一連串問題嘅後果嚟㗎。咁喺香港呢啲問題就包括咗，譬如話超時工作嘅文化、性別角色嘅不平等啊，好貴嘅住屋成本、教育競爭、脆弱嘅社會安全網等等。咁呢啲問題咧，都會令到女性去揀遲啲生或者完全唔生。佢話咧，如果我哋嘅社會可以修復到呢啲問題，咁其實生育率都會自自然然上升嘅。不過咧，我哋修復呢啲問題嘅目的，其實都唔應該係為咗提高生育率，而係應該就係為咗人們，為咗我哋生活得開心啲咯，快樂啲咯，過上自己真係想要嘅生活。西寧，我覺得即係喺你嘅呢一篇報道入邊啦，咁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香港女性點解選擇唔生啦，仲有喺當下嘅社會環境入邊，佢哋嘅獨立啦，仲有佢哋嗰個自主性。咁佢哋其實好清楚自己嘅生活想要啲乜嘢，同埋係有好勇敢地跳出傳統嘅家庭性別觀念嘅一啲掣肘，咁跟住去做出自己嘅選擇。係啊，好多受訪者都同我講咯，其實佢哋唔需要一個傳統定義嘅家。有一個細個受過家暴、成長充滿創傷嘅受訪者同我講啦，家咧其實對佢嚟講咧係同血緣冇關嘅，唔係話我哋有親人，你哋就俾到個家我。家對佢嚟講咧，其實係自己 cultivate 出嚟嘅安全嘅空間。咁黃傲燕都講啦，自己嘅價值咧，其實唔需要由一個小朋友嗌佢一聲媽媽去肯定嘅。咁對於好似芝蘭咁樣啦，仲喺生同唔生之間徘徊嘅人啦，佢覺得最後就算冇生到小朋友，佢都唔覺得係一個，即係佢會後悔，佢都唔會覺得佢人生就會咁樣完咗。因為生小朋友呢件事咧，對佢嚟講係一個 option， 唔係一個必要嘅任務。係咁，如果唔生啊，佢就會覺得咁我咪喺我有興趣嘅事情嗰度投放多啲時間，等我做多啲有意義嘅工作，同我關心嘅人多啲聯繫咯。多謝 Shinning， 多謝 Sherry。今期節目由陳婉容主持，千山製作，陳麗雅編輯，剪輯同聲音設計係黃百維。歡迎你喺 YouTube 收聽 Doerman， 可以喺節目下方嘅評論區隨時發表你嘅諗法，參與討論。亦都歡迎你喺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幫我哋評分。如果你中意 Doerman 嘅話，歡迎你成為端傳媒嘅訂閱會員，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嘅深度報道同多元聲音。同時，亦都歡迎你追蹤端傳媒嘅社會平台，掌握更多同我哋息息相關、有價值嘅新聞，同我哋緊密連結。喺節目嘅資訊欄位可以揾到相關嘅訂閱資訊。以上就係今日嘅Doerman，我係 Sherry 陳婉容，我哋下次見。